各位主內嘅兄弟姊妹，願你們平安。我哋喺生活裏面有時會出自一份好心去勸一個人，又或者話想保護好一個人而講咗啲說話，做咗啲行為，但對方同你講，你唔好再阻住我啦。點解對方會有咁嘅反應？而今日呢段福音剛好就出現類似嘅情況。當耶穌話俾門徒知佢要去耶路撒冷受難被殺，伯多祿出於愛同心同，拉住耶穌話：主，千萬唔好，呢件事絕對唔可以發生喺你身上。用我哋平常嘅諗法，伯多祿有錯咩？佢只係想保護佢愛嘅人，想避開痛苦同失敗。但係耶穌轉過身對伯多祿話：撒旦，退到我後面去，你係我嘅絆腳石，因為你諗嘅唔係天主嘅事，而係人嘅事。我哋而家到咗呢個年紀，真係上有高堂，下有仔女。我哋每日都喺度保護緊我哋愛嘅人，但亦都經常跌入伯多祿嘅盲點。好多時我哋會用我係為你好嚟過度保護仔女，唔俾佢哋受挫折，唔俾佢哋回應天主嘅召叫。又或者喺職場同家庭入面，我哋害怕失控，害怕失去穩定同地位。我哋以為呢個係愛，係責任。但如果我哋只用咗世俗嘅想法去衡量，我哋不知不覺中就變成咗只諗人嘅事，唔諗天主嘅事。耶穌叫伯多祿退到我後面去，唔係要趕佢走，而係提醒佢做門徒嘅位置永遠係喺耶穌嘅後面跟隨着佢，而唔係行喺耶穌嘅前面，用自己嘅想法去帶領耶穌。耶穌接住對門徒話：誰若願意跟隨我，該棄絕自己，背住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。我哋聽受苦已經聽得太多，生活嘅重擔已經夠大，難道天主仲要我哋過苦行僧嘅生活嗎？當然唔係。天主教講嘅克己同背十字架，從來唔係要我哋自虐，而係天主嘅煉淨。呢種係一種勇氣，敢於對唔符合天主旨意嘅世俗期待話不。喺家庭入面，耐心地照顧年老嘅父母或者生病嘅家人，就算好攰，都依然選擇溫柔。呢個就係你嘅微型十字架。喺職場入面，面對商業上嘅不誠實或者灰色地帶，你寧願放棄眼前嘅利益，都要堅持天主嘅教命。呢個就係棄絕自己。背十字架係用愛嘅行動去承擔責任，而唔係無謂嘅受苦。福音最後，主耶穌提出咗一個好重要嘅問題：人縱然賺得全世界，卻賠上了自己嘅靈魂，有什麼益處？呢句話提醒我哋，靈魂嘅富足比物質擁有更重要。讓我們反思如何平衡愛與責任，在天主聖意和世俗期待之間找到平衡，讓生命更豐盛、更有意義。讓我哋停下腳步，好好聆聽今日嘅福音，亦都好好想想真正嘅人生應該係點。那時，耶穌清楚地告訴門徒，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，要落在長老、司祭長和經師手裏，受許多苦，甚至被殺死，但第三日必要復活。伯多祿於是把他拉到一旁，開始責備他說：主啊，千萬不要這樣，這事絕不可在你身上發生。耶穌卻轉身來對伯多祿說：撒旦，退到我後面去，你是我的絆腳石，因為你所想的不是天主的事，只是人的事。接着，耶穌對他的門徒們說：誰願意跟隨我，該捨棄自己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。因為誰想救自己的生命，必會喪失生命；但誰為了我的緣故而失去自己的生命，必會得到生命。人縱然賺得全世界，卻賠上自己的靈魂，又有什麼好處呢？人還能用什麼贖回自己的生命呢？因為人子要在他父的光榮中與眾天使一同降臨，那時他要按照各人的行為給予賞報。